為人嘅見證。我願意接受神俾我嘅新生命，可以同意嘅。方仔，你是否承認耶穌係你赦罪嘅主，同埋唯一嘅救主？我承認佢係我唯一嘅救主。你是否願意耶穌為你生命嘅主，一生嘅跟從佢？我願意。按住弟兄嘅心志，我現在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浸，阿門。我